Hello，大家好，呢一個冬瓜盅係咪好吸引呢？而家喺屋企都可以極速做到。秘訣就係旁邊呢一個 Cuckoo 壓力電飯煲。冬瓜方面，我今日就會用到迷你嘅冬瓜仔，9個9就有一個。呢一個呢，我係喺百佳超市買嘅，不過喺 AEON 同埋街市都見過有得賣。今次呢一個冬瓜盅完全係燉湯嘅級數，除咗冬瓜之外，我仲準備咗一隻急凍鮑魚、一隻大蝦、一隻冬菇、2粒瑤柱、少少瘦肉、幾粒蓮子、椰香花同埋大約100毫升嘅清雞湯。洗乾淨個冬瓜之後，就用電飯煲嘅內鍋去量度下個高度。呢一個迷你冬瓜真係好完美，除咗佢可以自己企得好穩之外，大細都好啱我個電飯煲。我根據個高度用個刀 mark 好個記號之後，就可以切開，切走咗嘅上半部分記住留翻佢，因為第二日又可以用嚟整另一個餸。用大匙羹刮走裏邊嗰啲核，再用刀仔刮走內圍嗰啲冬瓜肉，大約剩翻1 cm 厚就可以。我一直都冇諗過冬瓜盅可以喺屋企自己整，以前我以為一定要有一個好大嘅鑊，仲要蒸幾個鐘先搞得掂。好在因為認識咗呢個 Cuckoo 嘅雙壓電飯煲，令我終於可以達成喺屋企整冬瓜盅嘅願望。就係咁樣就完成咗個冬瓜盅嘅外殼，望落去個容量都唔少嘢喎。我今次用咗咁多豪華嘅材料，咁就不如做足啲，連個冬瓜盅嘅外殼都整得靚啲啊！我喺冬瓜盅嘅外圍切啲小三角，雖然係會花多啲時間，不過呢個始終都係心機菜。呢一度少少嘅功夫，即刻令到成個冬瓜盅高級咗好多。而家就可以將啲材料放入個冬瓜盅，將少少冬瓜肉切粒，剩翻嗰啲冬瓜肉，再加埋剛才嗰個冬瓜頭，我就諗住聽日去整一個冬瓜炆雞肉。另外瘦肉都係同樣切粒粒，係咁以落少少啦，等個冬瓜盅有啲肉味。隻冬菇浸咗3個鐘都浸到好軟，揸乾啲水，發到咁大隻，我覺得用半隻都夠啦，又係切粒。然之後剩翻半隻就留翻聽日煮餸啦。加埋去咗心嘅蓮子、大蝦同埋煲湯鮑魚，當然唔少得我最中意嘅瑤柱。呢度啲瑤柱已經浸咗個嘢，摸落去都好腍，再加埋有壓力電飯煲嘅幫助，一陣間一定可以將啲鮮味煲晒出嚟。呢個冬瓜盅真係好豪華，好足料，再加埋瑤柱水、冬菇水同埋100毫升嘅清雞湯，就算未開始燉煮，已經聞到好香。唔好睇小呢個迷你冬瓜，煲起咗會有2大碗湯，再加埋啲冬瓜肉，我覺得2個人食就啱啱好。將個冬瓜盅放入個雙壓電飯煲，再加2 cm 水，冚埋個蓋，擰去高壓模式，選擇燉煮功能。時間方面就揀25分鐘，再撳開始就可以燉煮呢一個冬瓜盅。用壓力鍋真係好方便，又唔使睇火，又唔怕煲乾水。呢一部壓力鍋仲可以識自動排氣，所有嘢都係全自動，啱晒我。過咗25分鐘嘅燉煮模式，我打開個煲睇下，個樣真係好得啊！我覺得出街食都冇自己整咁靚。呢一個時候我就加少少鹽，同埋加最後嘅材料椰香花，之後就同頭先嘅操作一樣，冚翻埋個蓋，擰翻去高壓模式，再選擇燉煮功能。今次就好快啫，時間只需要揀10分鐘，再撳開始完成埋最後嘅步驟。因為椰香花唔可以煮咁耐，10分鐘就啱啱好。過咗10分鐘，自家製嘅冬瓜盅終於出爐，啲冬瓜肉燉煮到好通透。我非常推介大家去整呢個冬瓜盅，自己整真係好平。個迷你冬瓜我買咗9個9咋。有啲人仲話冬瓜可以幫助控制血糖，所以真係好適合夏天飲。呢個湯好多蔬菜，好飽肚，又有營養。呢一個燉湯